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 AI 同機械人真係可以替人類搞掂診衣食住行，咁我哋仲使唔使返工啊？其實呢個問題真係冇一個絕對嘅答案，最緊要係你點樣定義工作呢兩個字。如果工作係只為咗揾食，為咗兩餐被逼去做嘅嘢，咁到嗰個時候真係唔使啦。但如果工作係為咗實現自己，做自己中意嘅事，咁人類一樣會做嘢，只係個樣會完全唔同。首先講生存，假如 AI 真係包晒我哋嘅食住、醫療、交通，甚至連基本生活金都有埋，咁我哋人類就正式同為兩餐搏命勞動呢個階段講再見。傳統返工、出糧、使錢嘅模式基本上就會瓦解，但唔代表人類會淨係識得玩，淨係識得瞓。心理上講，工作從來唔只係為錢，仲係自我價值、成就感同埋社交連結嘅來源。冇咗生存壓力之後，我哋所謂嘅工作會更加只追求興趣、追求熱情。到時可能會多好多全職藝術家、科學家、運動員，又或者投入一啲好有人性、好有溫度嘅工作，好似照顧老人家、照顧有需要人士、社區服務呢啲 AI 好難完全取代嘅嘢。至於社會層面，最大嘅挑戰就係點樣公平分配財富。到時好大機會要推行全民基本收入，等每一個人都可以分享到 AI 創造出嚟嘅成果，唔會出現控制 AI 嘅少數人統治一切，冇資源嘅人淨係無所事事呢種極端分化。而教育都要徹底改，由而家訓練人去做嘢，變成培養創意、批判思維同埋點樣揾到人生意義。總括一句講晒，人類唔再需要為生存而工作，但一定會為意義而工作。到時工作會由揾食工具變成自我實現嘅方式，我哋終於可以將所有精力放喺提升自己、探索宇宙同建立一個更加有愛嘅社會。呢個可能先至係我哋人類文明真正嘅開始。